死。好，1636年7月初6到11日吼，6天无特别的事。这几天大部分是西风。这几天有几只用客船载庄仔去芒港。昨昏接到一张对小琉球寄来的批，四期本股去吹背。对迄张批内容知影讲，荷兰人伫本股去吹7解冻差不多300个附近几个庄头的野蛮人到遐啦吼，到小琉球遐，并且已经处决10粒头壳吼，活掠一个青年人。关系中华国下所主张的开辟是要安怎讲？袂晓。开辟通道之事，无法度互迄寡野蛮人进行。毋过已经准备要搁下面搁再交涉，因为阮就要离开，因此呢，迄个中尉认为中华国下含议会的即个好主意无法度遵办。毋过将尽全力吼，即个我较早捌早个，我袂记得安怎读啊，竭尽全力。来加摕到几粒人头吼，愿万能的上帝，互一切拢会当成功。即只看不解有讲主张开辟通道的代志。我记得进前敢若有讲到，讲因要对迄个，因为一个伫遐。为一个目沙嘛吼，一个影座伫遐，啊，敢若讲要开一条通道，互因行的款吼，可能是这个代志吼。查一下汉字，即个辟吼，辟读做闭吼，第8声吼，闭，破开显出，导闪堵起，拢叫做闭吼。破开吼，开辟嘛吼，就是破开。好，堵起辟谣，敢若就是一个吼，闭吼，开闭吼，开闭通道。另外是竭尽全力，即个竭力，查一下汉字。即种吼，其实拢毋是白话，平常时你讲话用到的词啦吼。所以为虾米这音变成爱另外学吼？一定你无去现监字典是无可能伫平常时。学会着吼，竭尽全力的竭是读做竭，第8声竭吼，竭尽全力吼。即种其实拢是文言文内底的用字啦。啊，其实我足反对文言文教育吼，是无路用的物件吼。你若有兴趣去学文言文的人，你去学，但是平常时迄种一般义务教育，其实无应该教这物件吼。好，这以后再讲。竭尽全力，伊本条第8声，但是爱读变调吼，竭尽全力，读变调第4声。开闭就刻伫后壁，所以读第8声吼。但是辟谣是即个辟无，应该是吼，辟谣就读做辟谣吼。你若要读就读做辟谣。我相信有人一定有即个感觉足奇怪吼，为什么台语？无遮尔侪文雅的词，啥物辟谣啦、竭尽全力即种物件，因为这是较早文言文的物件，你要直接读台语嘛是无法度读吼，就像拄则你去
查空气字典、查简字典，你甲即寡汉字的即个读音拢抄出来，你就绝对有法度通读。但是台语本身就是一个白话的语言吼，所以根本就无需要用到即寡字吼。啊，你看哦，华语啊，看会足文啊，迄就表示伊内底用足侪文言文啊，迄寡用词嘛，摕来用，就安尼尔。哪有啥物学问？你若真正台语要讲啊，逐个听无嘛，是会当甲文言文摕来，迄寡用词摕来用嘛。除了互一寡爱表现讲我这有学问的人去表现以外，有啥物意义呢？你若去看，比如讲英文的文章，英文当然会使内底用足侪足深的英文吼，但是你看一般。除了你去看啥物，Time 可能会定来用足深的字，但是你看 Newsweek 就袂吼。你看英文的小说，你会有诶，其实迄高中生就拢有法度看有吼。当然，就有一寡较轻撇，你爱另外去学吼。但是英文是已经算一种足质朴的，就是讲伊本身足朴实的文字啊，文字啦吼。你若去看，比如讲希伯来文，真正足朴实的吼，无迄寡虚化的字就对了吼。啊，汉字你就大家就知吼。好了，讲到这，今仔日毋是要讲这吼。好，咱继续读了吼。我甲后壁这段搁读一遍吼，因为阮即种要离开即个所在吼，因此该中尉认为讲，中华国下函议会即个好主意，无法度通遵办吼，无法度去开一条通道了吼，不如个将竭尽全力来加处理几粒仔人头，愿万能的上帝，互一切拢会当成功。我毋知即段是咧讲啥。好，继续看来，7月12。有一只容克船对厦门载250担糖来到厝地吼。下晡，该中尉率领30个对遮出发的士兵，对小琉球转来到厝地。这只翻译的我阁看无吼，应该是就是对小琉球转来吼。30个中尉就带转来吼。报告讲，因摕到30粒人头，并且活掠一个青年。村内的人，其中有个大部人其余拢是查某甲囡仔，全部拢已经被附近砖头的原住民杀死、斩首。因转来的原因是，迄寡野蛮人毋肯去开辟通道，也毋愿伫遐继续停留。因此，我方的人伫遐也无代志通好做吼。今仔日南方港岛大影。伊所伫有2只舢板被大影淹倒去吼，也毋过人员拢得救吼。7月15，有5只容克船对厦门载2405担糖来到台湾，其中有1只载70担。另外一只载25担青丝甲各种的丝质布料，也有3只容克船对列车转来，再来条啊、甲虾以及少量的米。这几天大部分是北风好天。7月17。风甲天气含章相像，有3只容克船出航前往厦门，再有81担护照、1批咸鱼甲其他的小杂货。昨对上级商务员万沙嫩遐寄出对闽港寄来一张批，知影讲本个月15号有一只细只船，为着要载石河航往迄个石河岛，毋知倒位吼。五方的人就是荷兰人吼，无用力工作的时阵，有几啊华武人
出现用箭射伤我方的一个人，地cầu必须要退转来吼。我方的人捌因来发射几发步枪，料想讲有人去用拍死或者是拍伤，但是去用因赶走了。代志的如何发展，有待时间分晓。看起来，即个民族也准讲，伫咧因的树林内未受到干扰，愈来愈大胆了。愿万能的上帝赐下时机，互阮会当伫咧再来的即个北方贵座，互即寡民族来担遮阮军队的滋味，用来互因顽强的红棍顺服来阮打落来。7月19，无特别的事，即几天有西风甲北风，今仔日落雨。7月20，昨暗强烈南风，有夹大雨，今仔日还阁继续。早起看到一只船停伫咧即个城堡南边，差不多2海里的岸边。根据所会当看见的情形，迄只船已经失去大的上围观啦吼。冒着大危险，想要开入去相应吉隆里就是要驶入去大影内底啦吼。因此，长官阁下考虑着讲，万一迄只船失事，所以遂派遣补给官带几下士兵前往咸水溪，去命令新仔人讲，一旦风雨小可平息，就要用一只舢板刺入去迄只大船遐，甲批信摕转来。但是有鉴伊规工继续着共款的大影，船只无法度去挖滚迄只大船，因此长官阁下伫咧阴暗派遣一个炮手，炸一张批去迄个咸水溪遐，留伫遐看，伫咧暗暝啊，天气若有较好，是毋是会当用一只新仔人的舢板去摕转，去甲迄个批摕转来？但是约伫咧半暝1点钟开始吹着风，就是东南风，因此迄只大船鸣炮一声了后，就用篷出航咯。即只船是要创啥？看无吼。好，咱继续吼，因为佫继续咧讲即只船的代志。7月21，上午东风，还佫会当看见迄只快艇，看起来伊是想要航往偏湖。迄当阵天气已经较平息，因此长官阁下就派遣一个领航员，坐一只用客船出航，要去甲批信摕转来，批信啊，摕转来，并且引领该快艇来靠岸停泊。该用客船约伫咧上午的中段时间航出港外。迄当阵，阮会当看见另外一只大船对南方起来，所以长官阁下就是随派遣一个大工，坐一只舢板去遐，以便来引带伊来平常停泊处来停泊。约伫咧中昼的时阵去遐停船咯吼。下晡，迄只舢板载着上出的快艇的大工来起山。伊文报告讲，迄只船是 Waterloo Wharf 号，是伫咧本国月13号直接航去偏湖的 Garjas 号、Watson 号和 Texel 号分手，以便先来长官阁下报道。因的出航和去年相款，拢无任何得到吼，没有收获。无掠到任何的一只船，敢若知影讲 ，Garjas 号捌伫咧Trinidad 前拿队，
对一只西班牙船见过吼，见过一只西班牙船。西班牙船有3只吼，因有3只对马尼拉同齐伫咧3月初2来到Ternate。宋因见过即个西班牙船，宋是10到12个人了，10到12个人了后，就只好离开。上水迄只大船，Gajas 号、Washington 号、Texas 号和快艇 Waterloo Wolf 号，是伫咧6月初2才航离前那队吼 Ternate。因延前的原因是因为上述迄3只西班牙船，其中一只和 Gajas 号见过吼，配备非常强大的兵力。有300个白人和200个班杰的士兵，也佫有真侪因的盟友，用30 Corre 是啥？来遐来支援即寡西班牙人吼。拄则讲有300个白人甲200个班杰士兵，这潘班杰伊无注脚，毋知啥物叫做潘班杰。也佫有因的盟友用30个 Corre 是啥？可能是一种船吼。也有因真侪因的盟友用30只即种 Corre 船吼，来遐支援即寡西班牙人。因的用意，根据以后对长官 John Van Broeckham 所会当听到的，是为着要和已经甲铁道人革命的前仔队国王同齐来对付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伫遐的势力。John Van Broeckham 即个长官吼，等下再来读即个长官伊的介绍吼。即个长官有听讲啦吼，听讲是西班牙人和即个铁道人革命吼。毋是铁道人和即个前仔队国王革命吼，和西班牙人同齐要来对付荷兰人吼。因此 ，Van Broeckham 和议会决议 ，Van Broeckham 就拄则迄个长官吼 ，Van Broeckham 和议会决议，拄则迄个长官啦，听讲即件代志叫长官吼。因和议会决议要甲上述的船只继续留踮遐，来保全遐的公司的人员。但是即位长官阁下知影讲。西班牙迄寡海军势力已经伫咧5月16号驶离开前仔队吼，前仔队我拄则拢伫读做 Ternate， 前往马尼拉，就是西班牙即寡海军势力已经离开前仔队，前往马尼拉，所以命令上述船只前来处队。即个处队是倒位啊？要暗的时阵，另外迄只大船嘛来岸边停泊。上述迄只容客船搭载迄个商务员，带着总督载着总督阁下的批信来起山报告讲，迄只是快艇达曼号，是该栋大船 Grow 号，顶头载库库巴克和惠斯杜伦号，伫咧6月初1。迄当阵无船只对祖国来到巴达维亚，无就是对荷兰来啦吼。伫6月初驶离开巴达维亚，带消息来讲，哇！今仔日这一篇写甲落长，结果我实在毋知重点伫倒位。带消息来讲，上述议长库库巴卡伫咧江南留落来，伫咧即几工，江南是越南吼，即几工内，若是上级商务员。Dicker 伊到现在还佫伫江南国王的宫廷内底
老国王已经过身，迄、个少年的伫咧几个月来建以后，已经接位做王吼，因为伊要讨回去用摕走的 Glutenbrook 号的钱，还无消息啦吼，无看起来无可能吼，因此最后一遍炸着总督阁下的批信，去宫廷。对宫廷转来，伊就会倒咧前来处地，即只处地应该是拢讲台湾吼，以便前往日本。伊佫讲，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将由 John Vanderburch 接替。John Vanderburch， 所以是后一个台湾总督了吼。Vanderburch 伫咧归国舰队对祖国来到遮了后，会率领2只坚固的即种船，载着要运往日本的航母军岛前来。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阁下平安来到台湾。实在看无吼，写啊落落长，结果毋知你讲啊。好，咱继续看吼。7个字字，我毋知7个字即内容毋知有要紧无吼，毋知对后壁记载物件毋知有关系无。我7个字佫甲看一遍，然后甲重点列出来吼。我看觅上述3只，因为即篇直讲了3只大船 ，Garjas、Wassenaar、Texel 号，佮 Waterloo-Wolf 号吼，4只船吼。因是伫6月初离开千拿队吼。因前的原因是因为有3只西班牙船，算含西班牙船两小起冲突啦吼，有前过嘛吼。啊，伊特别讲即寡西班牙船吼，兵力越强吼。啊，为什么即寡西班牙的船含其他联合的什么铁道啦、千拿队啦吼，要对付即个荷兰人？所以呢 ，Van Broeken 含议会决议要甲即寡船只继续留踮遐。遐是伫倒位啊？我看袂出来吼。来保全遐的公司人员。我真正看抓袂出重点。好，大约是安尼啦吼。啊，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即个台湾长官要换人啊啦吼 ，John Vanderburch 吼。好，7个字，咱继续看来吼。快艇达曼号和 Waterloo-Wolf 号拢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哦，所以因即拄则讲的即其中2只已经来台湾吼，并且随时来起山，以便要甲达曼号顶头的航母要甲落来，然后要增援其他航母，要含 Shagan 号同齐前往平湖。有西风，天气无稳定，有时落雨。咱之前捌看过吼，讲因载好物去平湖，主要拢等于是要含即个日本甲巴达米亚即条航线要接起来吼。有可能这航母是要载去日本，或者是载去巴达米亚。所以会当看得出讲平湖即个
平湖岛伫咧即个即条航线足重要的即个地位吼。7月23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对几件代志深思熟虑之后，决议如下：要命令沙根号、达曼号甲瓦特鲁森沃夫号满载尸质布料甲糖前往平湖，并且要尽量加派一寡容积船装运输会当处置的落坡运去平湖，伫遐临时装伫咧上适当的大船内底。其次，就是第2项决议，要派上级商务员特劳纽斯前往平湖，去遐派发船只前往日本。第3决议，要派一只容积船去平湖南方岛屿的南边。顺回艇后要对越南、江南坐 Grow 号前来的库库巴克国下所以拄则看无迄段其中有讲到即个库库巴克是伫咧江南嘛所以要做一只 Grow 号来。库库巴克国下若是天气许可，会当直接来台湾，伊要亲自来到台湾来取代航往平湖就是有可能伊会直接对越南来台湾第4决议，若是 Shagan 号到平湖的时阵，库库巴卡国下已经到平湖，就要命令伊随着 Grow 号前来取队就是换船啦对 Shagan 号换对 Grow 号来。毋对啊，伊本来就是 Grow 号对越南做 Grow 号不管，就是讲，若是伊若无直接来台湾去平湖了后，若是去平湖 Shagan 号到遐的时阵，就甲即个消息甲转达互伊知影讲叫伊来台湾以便和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就几项有关公司的代志交换意见，就是要叫伊来开会啦最后决议，这第5个决议大船 Shagan 号、达曼号和快艇 Water Lucen Wolf 号要甲船顶的货物伫咧平湖转装到2只上适当的船只顶头，就是 Gajas 甲 Washington 号真正讲这2只我咧看无伫啥个所在，所以因伫咧平湖啦并伫遐听候到8月10号到12号，到时若是有对巴达米亚无命令、无派命令来，就即刻要出航前往日本。即嘛咱较了解就是为虾米载货去平湖，即嘛拢约出来，就是要送去日本，无就要送去巴达米亚7月24日，上水容积船有载一个下色大港出航，要去平湖南方岛屿的南边。顺回艇后要前来库库巴卡国下要甲赢止就对了但是出海差不多2点钟了后，库库巴卡该同上级商务员戴卡真意外经过芒港来到台湾咯停泊伫咧即个城堡的头前。报告讲是伫咧本国月22号该动Fitzgerald 号和大船 Grow 号已经到平湖，就是变啥嘛？消息太伤慢嘛，无传到台湾遮来，因为是22号2天前到平湖，运来一批越南的货物江南的货物，除了迄寡对巴达米亚装船的护照等的物件以外，总计达差不多是以外，因阁再来一批越南的即个货物总计达是达到131238毫吨，有296担的黄丝，125 pieces 的金螺丝 ，pieces 可能是单位讲是越南的布料单位江南的布料单位叫做 pieces 125 pieces 金螺丝，毋知啥物丝啦就是名叫做金螺丝，200担的乌糖，200担的落婆，一批加罗
加落毋知叫啥物件。微量的精细，某一种细叫做精细，以及其他的物品，全部拢由上色上部员代克以合理的价值收买。迄寡现款就是迄寡钱得到40%到50%的利润，哇，利润也好。上述代克犹原希望讲，迄寡资金若是梦想地带领。伫咧即逝旅程之后，明年一定会当扩大一半。这应该是讲生意啦，生意的规模会当扩大一半，并且会当得到真好利润。关系着要讨回被江南国王摕走的迄寡公司的钱，完全无进展。只敢有最近伊陛下针对交互伊的迄张总督阁下的批信，上色上务员代克答复讲，总督阁下要求要讨还迄寡被摕走的钱是合理而且正当，但是因为伊既然无看见迄寡钱，更加无去用到迄寡钱而且一切拢是伫咧伊的时代以前所发生的。就是这新国王嘛佫叫经过一个来见了后，接伊个国王所以就即摆就是赖皮就对了赖皮台语安怎讲？怎袂记就讲这是较早的代志含伊无关的而且伊佫无用伫咧国内战争，因此完全无法度去考虑。还迄寡代志，还迄寡钱的代志所以甲话题完全变过来讲，若是荷兰人想要伊的国家宣战，因就袂当转去，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就会回不去了这什么意思？我看无因并无欠大炮或者是军队来对抗荷兰人，也完全无烦恼东京的威胁。东京毋是日本东京应该是越南的东京。如果公司要像伊早安尼伫咧伊即个少年国王陛下的国土做生意伊愿意开放伊的国家，互公司做贸易，只要代克愿意转去但是关系要规行迄寡钱的代志，伊袂当答应，因此伊也无愿意继续佫讲了伊讲伊会甲总督阁下书面答复，对此代克举了真侪理由，回答讲批信来往时间爱真拖啦真拖时间，因此望讲互因清楚的答复，因为代克就是奉总督阁下命令，甲专程伫咧行程中留落来听候答复的议长库库巴卡，同齐授权要来函伊陛下。以上好条件来最后解决这项代志。写个落长的意思是讲，代客就讲，我就是要来含你讲这代志，含你处理好这代志意思讲，你莫闪避啦我就是要含你甲这代志讲清楚。迄当阵，伊陛下回答讲，伊毋捌阮，伊是国王，你所收到的批信是对荷兰国王来因此，若有啥物条件要参详必须要由因两个国王来参详。所以呢，命令代客就shut up 意思讲你莫啰嗦，我无爱甲你讲你转去你住的所在一直到你准备好批信甲礼物准备好，代志安尼就安尼来进行。安尼充分显示讲，即个国王也无想要还伊寡钱，
将来如何演变，犹太时间分晓。愿万能的上帝，互公司的即个损失当得到更较好的补偿。有记者用迄阵对厦门在70大清洗，甲一寡布料来到处理。好，伊直直讲要讨钱这代志吼，咱之前有读着，但是我袂记是对一工读着吼，我搁翻头转去看者。7月23无讲到这代志，7月22无。7月24遮，好，来7月24吼，咱拄则讲写甲落落长，结果重点掠无个吼。伫咧最后一段吼，有讲起讲，好，咱最后一段甲看者吼。要暗的时阵，迄只另外迄只大船嘛来岸边来停泊，迄只大船是对一只大船啊。上水迄只用客船载商务员带着总督阁下的批来起山报告讲，迄只是快艇达曼号吼，就是达曼号啦吼，改动大船 Grow 号。顶头载库库巴卡，哦，另外是费城都能号吼，库库巴卡，伫咧6月初1驶离开巴达维亚，吼，就是即寡船是6月初1离开巴达维亚。因带消息来讲，议长库库巴卡伫咧越南留落来，吼，伫咧几工内，若是常设商务员戴克，吼，伊到现在还阁伫咧越南国王的宫廷吼，因为要讨回被出走的 Gluten 号顶头的钱吼。Gluten Brook 号敢若是进前可能是我已经袂记了，但是可能是进前失事啦吼，所以钱叫荷兰去越南人摕去吼。所以因此伊最后一摆带着总督阁下的批信去宫廷吼，就是要去讨钱啦吼，像讲迄个库库巴克含戴克吼。啊，对宫廷转来，伊就会军队来到台湾，以便要前往日本吼。就是库库巴克，我看袂出到底是库库巴克还是戴克，但是拄则咱看到是戴克吼，伊有即个任务，就是要去讨钱吼。啊，钱讨煞，就要去前往日本。又搁讲，另外普特马斯阁下将，对，过来就是讲，即个是另外一个消息嘛吼，讲即寡船对巴达维亚来的船再来消息。第一条是讲着要讨钱，第二条就是讲着即台湾长官要换人吼。好啊，咱伫咧即个7月24遮吼，注脚咱无读，袂记咧读吼。咱看注脚，有时啊，即注脚内底有一寡 information， 其实一寡资讯足好诶，无后壁读起来无法度理解吼。咱来看一下注脚，第一个是讲。Corey 可能是上船，第二个是 Jan Van Broeken， 就是即个长官吼，有听着讲什物前那对国王含西班牙人联合起来，要含即个荷兰人敌对的即个听到即个消息的人叫做 Jan Van Broeken， 到底是 Broken 还是 Goken 哦，本来叫做 Goken， 以后改名叫做 Van Broeken 吼。是以首席大工出国，1618年、1618到1619年担任加卡达城堡的上尉队长，降级。1620年做补给官，1621年伫咧班达就是香料群岛吼，就是进行直听讲这班达人向规向要捉去吼。1621年伫咧班达。担任军队的临时指挥官，以及西区舰队的副指挥官。1622年担任班达指挥官。1624年率领12只快艇前往曼丹，毋知倒位曼丹吼。1625、1628年甲做安稳的长官，然后回国，伫咧 Broken 买土地了后，伫咧1634年转来到巴达维亚，所以改名 Broken 是毋是因为土地？伫遐
袂土地关系吼，毋知啦，伊无讲。1634年转到巴达维亚，担任当印度议会议员以及法务会议副议长，出师退教了后，转去马鲁肯担任长官。1640年2月25号，伫千拉队过身去吼。咱读着足侪荷兰人伫咧东亚啦吼，即个位啊，都过身啊吼。啊，其实拢年岁无讲介老，拢足少年的吼。好，第三个就是 John Vandenberg 的注脚吼，就是将来即个新的台湾的长官吼，咱来看吼。John Vandenberg 是丁尼福德人吼，德尔福特人吼。1618年以助理出国，1619年担任 Whisper 号的下设商务员。伫1621年4月航往阿拉伯，伫苏拉地被葡萄牙人活掠。1624年释放，1625年对巴达维亚载运奴隶去阿拉坎和科罗曼岛。1626年12月担任主教。1628年巴达维亚被围了后失宠，就失势就对啦。但是1630年恢复尊严，被任命为东印度议会议员，并且担任真侪官职。1636年担任台湾长官吼，所以真紧就来上任。1640年3月11日，伫咧台湾过身吼，哇！伫台湾过身的长官，即第2个啊吼，第一个都市的吼，伫咧个哪刀锋内海吼，伫咧安平遐。第4个注脚叫做 Rochester Shipping 是啥物？第4个是啥？哦，讲Vandenberg 就是台湾新的台湾长官，伫咧归国舰队对祖国来台湾吼，即个归国舰队叫做 Retos Shipping， 是迄当阵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专门航行伫咧荷兰本国甲巴达维亚中间的船队吼 ，Retos Shipping 吼，含迄当阵专门伫咧亚洲各地区中间来往的荷兰船只无共。一般来讲，即种归国舰队是加较大只吼。好，咱读到7个字4吼，但是咧反转头看7个字1、7个字2，读过跳过7个字3，好跳过7个字4。拄则为虾米7个字3咱会跳翻转头去转去看头前，就是讲着迄讨钱的代志吼，要甲越南讨钱，甲即个广南国王讨新国王要甲讨钱吼，新国王诚够牵拖啊，杀甲哩吼。7月24，好，咱来看，我看一下时间，剩10分钟，应该会使吼，甲看了。7月24，上水用客船载一个下设大港出航，要去偏湖人园岛屿的南边，顺回挺下要前来库库巴卡国下，但是出海差不多2点钟，这读过啊吼，歹势这读过啊，就是讲你这无要行钱的代志吼，咱继续看7月28。7月25、26、27、28，逐工伫咧为快艇达曼号和瓦特鲁森沃夫号来装货。真正讲，这2只船要装货，要去日本吼，因使去偏湖嘛吼。因为继续落雨、透风的天气，无法度照长官阁下所希望的速度来进行。边队船 Shagan 号伫本个月25号已经满载，但是嘛是爱等到今仔日才有法度出港。今仔日对几件代志、几件事经过
广泛深入的讨论了后，决议如下：第一，瓦森内号、Garjas 号和 Grow 号这三只船拢已经装满货物了后，就要积极出航前往日本，袂当阁继续停候对巴达维亚前海其他的船只，无爱阁等吼。Freestone 号吼，因为伤老无适合阁航行，也袂当用来伫咧澎湖甲台湾中间来运货，但是因为食水无深，较好入港，所以伫咧进一步的情况以前要甲伊留踮咧台湾遮，叫做Freestone号吼。第二 ，Nordwick 号和 Oldwater 号要过来，要过来的即个北方贵座吼。虽然有命令讲袂当不得前来台湾，但是爱直接去前往柬埔寨甲暹罗，要互因前来澎湖或者是台湾，以便虽然有命令讲伊袂使来台湾，但是呢，要互因还是要互因来吼。Nordwick 号甲即个 Oldwater 号吼，要互因前来澎湖或者是台湾，以便将公司东方的资金吼，搁较安全的来送来到厝地吼，并将已经准备好的货物运去遐，遐是倒位无讲。第四，因为几个原因出在几个原因，所以伫咧7月的决议录所记载安尼，今年无要去攻打江南，但是只要去迄边继续进行看起来真好的贸易吼，无要甲拍啦，但是要做生意吼。因此，会命令议长阁下就是库库巴卡，爱对日本再来18万到20万豪吨的钱，以及一批铜，以便要送去，应该是送去荷兰吼。最后，快艇 Waterloo 号因为几啊原因，要留踮咧台湾遮。即几工有几只细只游客船对西那来到台湾，其中有3只是对厦门载来780吨，剩的是对几个其他所在来，所在物件拢无价值，要11只船载着落坡，含 Shagan 号前往入澎湖，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拢平安。剩6分钟，好。读到遮，然后看觅3集看内容有做无？无做就甲读到了。7月2到3集无特别的事，落雨、风向多变的天气。快艇达曼号和 Waterloo 号拢还阁袂当出港。下晡有一只船对即个城堡南方一大段距离的港外的所在停伫遐。阮摇讲是 Freestone 号吼，即只船阮已经随时听候伊会对澎湖前来吼，即只老船啦吼。但是因为强风大影，无船只会当进入即个港道，所以还袂当确实知影讲即只船是毋是Freestone 号吼。讲伊只老船无法度通去日本啊，无法度，所以要留踮咧台湾吼。7月31号，库库巴克阁下带领快艇 Waterloo 号和达曼号出航要去港外，但是因为风向完全变做西风，而且特调已经过了一半以上，因此必须要停落来。今仔日天气也算好，有3只游客船队会输载盐甲米来到台湾。好，7月读煞吼。8月咱后回再读啦吼，后日再来读吼。读8月。好，咱来看一下笔记，看有啥物，到底有做啥物笔记。我记得结是第8声吼，所以爸比你写毋着第8声，但是嘛有可能有第4声啦吼，即我毋敢讲，你若去查台理大书店查即个事吼。结真专业吼，开笔谣吼，笔谣。我是用那个
做台语啦，好 ，OK。日志有提及广南，就是越南的广南省吼，是越南中南部沿海地区一个省，叫广南省。荷兰人比葡萄牙人较晚来到东亚。1579年，荷兰人脱离西班牙统治，建立荷兰共和国，从此和西班牙展开海上竞争吼。这背景啦吼，其实有一寡背景爱小知影，无真正有时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吼。1602年，荷兰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开拓东方的殖民地甲贸易商机。另外一个叫做荷兰西印度公司，吼，所以荷兰西印度公司就是往西边吼，东边就是往亚洲去吼，西边就是往美洲来。荷兰西印度公司是来开发美洲的吼，因主要是伫纽约，所以荷兰和纽约的开发有真大关系吼。当然即嘛已经迄个无啥物分野啦吼，但是有留一寡，比如讲，伫遮有一条塔咯，一条即个磅空吼，但是和荷兰无关系哦，歹势，叫做哈兰塔诺吼。和荷兰人有关系的是啥物物件？最简单哦，记就是讲，因开发纽约的时间嘛是1624年，就是因去台湾的同一年，所以台湾的历史和纽约的开发历史其实是相款吼，400年。1622年，荷兰人派出舰队进攻葡萄牙人所占领的这个马卡奥，建防失利。所以全王骗讹建立堡垒，准备要长期占领。明朝到处派兵要甲因赶吼，但是最后双方达成协议，荷兰撤出离开骗讹。大明就温准讲荷兰人就是恁去台湾啦吼，迄也毋是阮的所在，恁去安尼就对吼。1624年，荷兰人正式占领台湾吼。荷兰人占领台湾是互西班牙人吼真紧张吼，西班牙伫菲律宾嘛吼，吕宋岛遐，因惊讲荷兰人会阻断吕宋岛和日本的即个贸易的航线吼，所以你就知影台湾即个地位足重要吼，伊迄个地点实在是足重要吼。1626年，西班牙派出舰队沿东台湾上北，就西班牙人吼，驶过三条角，进入鸡人港，占领和平岛啦吼，迄当叫社寮岛。因去伫遐，因甲即只号名叫做 San Salvador， 因有起一个城吼 ，San Salvador， 迄个城残只，然后即马佫找会着，吼，即马佫有看到，之前敢若有学着吼。伫咧北台湾，西班牙就伫咧北台湾建立据点吼，所以伫1626年是2年后吼，我定人拢袂记迄一年吼。西班牙当时去过人，1626年2年后，1628年占领荷堡吼，就是即马叫淡水吼，占领荷堡，伫荷堡起另外一座城叫做圣多明哥吼，所以萨瓦多是伫鸡人遐吼，和平岛圣多明哥是伫淡水，就是即马即个阿门城吼。即马即个阿门城应该是英国人起的啦吼，但是地点可能是伫遐无对吼。所以西班牙人就和荷兰人分据台湾吼，就是南北对峙，即个治理，大家要来读早者。C 读做 C 第7声吼 ，SI 第7声。
对峙对视啦吼，视就是山尖，悬悬伫徛嘛，叫做视吼。所以两个人悬悬徛踮啊相像对视吼，接住彼班拢是视吼。好，所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和荷兰人吼，伫台湾对视吼，南北对视。OK， 新国王吼，赖皮吼，沙赖台语要怎讲啊？我一时仔想袂起来，恁来查看觅。OK， 已经时间超过啊，所以我尽量读较紧诶。过来是 John Van der Burch 吼，又搁翻译叫做范德堡吼 ，Van der Burch。1640年3月11日，什么意思？出世伫个荷兰台夫特吼，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第5任的台湾长官，任期是1636年到1641年哦。1641年3月过身嘛，所以这应该是伊死的期啦，死期。1627年到巴达维亚和Adriana Kina 结婚，成做第4任长官汉斯普特曼斯的姻亲。所以两个是亲戚关系吼。毋知即个Adriana Kina 和普特曼是啥物关系吼？1631年，伊伫印度理事会被任命，任令啥无写。1634年，伊被派往曼丹苏丹国执行任务。1640年是伫台湾长官任内，这应该足少年啊！你看拄则结婚尔，1627年结婚，1640年经过13年，应该足少年的啦吼。大伫个日兰亚城诶唱歌卡，首任长官宋克诶墓诶边啊，我拄则讲头一个死诶，就是即个宋克吼，阴死诶吼。第二个就是即位吼。我第二个我就今仔日才知啦吼。头一个我是足早以前我就知吼。今仔日读到1636年7月结束吼。好，San Salvador。今仔日已经完全看袂到原本的地址，伫咧台湾国际坐船厂家人厂的和平岛的即个船坞准乌晓，即个安怎读我袂晓。日治时期1933年到1936年间，台湾总督府派学者川上直次郎对遗址进行有去学啦哈，去掘学，并且鼓吹保护战夷的宝基，但是伫咧二次大战、缅军轰炸以及日军多处的军港建设，北荷兰城堡为应该毋是荷兰城堡啦，就是北部的即个归人城堡吼，就是San Salvador吼遗址不复存在，任何遗迹就是煞找袂到啊吼。2019年，归人市政府邀请国立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张振华吼，以及西班牙考古的学者 Maria Cruz Barroca 组成的考古团队，调查San Salvador 城甲修道院遗址的正确位置。5月开始去考古挖掘，先后发现了墓葬、遗骸、空盒以及十字架等等的物件，所以各有物件留落来吼。另外，日本人主要是日本的学者因有迄个概念，因认为讲这是重要的即个历史的遗迹，伊应该保护吼。讲起来对因含因一点关系都无吼，但是因嘛是会即种概念，知影讲爱去保护。颠倒是讲即嘛号称是中国人自己血浓于水中国人即寡人根本都无咧甲你要伊对视对峙蛮皮张，就是我拄讲赖皮啊我袂晓讲你张啦无要认度准乌船坞好。感谢各位替我找一寡我实在是无时间去显的物件好，咱后日再搁继续读今仔日读到遮。好，多谢大家，好，来归房。